黑衣女變皇后。有一個好窮嘅女仔經過一間寺廟，咁啱撞到法會，咁佢見到好多人去廟裏邊供齋、點燈啊，做種種嘅結緣布施，佢心裏邊好羨慕。但你自己靠住行乞度日，邊度有錢可以布施？直到有一日，佢撞到一個好心嘅人，俾佢幾文銅錢。嗰時佢忍住肚餓，攞住呢幾文銅錢去到寺廟做虔誠嘅布施。寺廟裏邊嘅主持大和尚為佢真心所感動，就親自為佢誦經祝福。呢個女仔於是好歡喜咁離開寺廟，但因為肚餓關係，咁佢唯有挨喺樹邊休息。咁啱國王嚟到民間巡視，佢離遠見到金色光芒閃爍，走埋去睇，見到一個衣衫襤褸、面上面污糟邋遢嘅女仔，身上邊發住金光。咁國王呢，於是將佢帶翻皇宮，同佢沖個涼，着個新衫。經過打扮嘅女仔就顯得好高貴、好秀麗。國王漸漸就中意咗佢，冇幾耐之後，仲立佢為皇后添。嗱，由黑衣女搖身一變咗皇后之尊，呢個女仔就諗，一定係布施嘅功德，先有咁嘅福德因緣。於是佢就準備咗10大車嘅金錢財物，運到寺廟去供僧打齋。但係喺供養嘅時候，只有知客師傅出嚟迎接，佢心裏邊當然好唔開心啦。心諗，我以前只有幾個銅錢嘅布施，主持和尚嚟親自同我誦經祝福，點解今日我用咗幾千萬倍嘅布施，反而只有知客師傅出嚟招待？咁佢同知客師傅講要見主持和尚，知客師就話：我哋主持和尚話，當日你布施雖然好細，但係你嘅所有。喺嗰個時候，你嘅心清淨虔誠，但係而家你雖然帶咗10大車嘅金錢，但係大和尚話睇唔到你供養嘅心，只係見到你嘅驕恥同埋傲慢。由黑衣變皇后，睇上嚟好神奇，其實都係因為當初佢嘅虔誠嘅心而得到嘅福德因緣。所以話凡夫成佛祖，為土轉清涼，都係喺我哋呢個心。錢財嘅布施固然難得，但係開發我哋內心嘅聖財更為重要。好似《法句經》裏邊卷上所講，信仰、持戒、慚愧、聽聞佛法、布施、智慧，稱為7聖財。當我哋做身口意種種布施嘅時候，要別人領受嘅係美好嘅謙卑同埋恭敬，而唔係醜陋嘅輕心同埋慢心。